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全天是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今天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似乎并不太友好截至收盘，沪指涨0.03%，深成指跌0.58%，创业板指数跌0.68%，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1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又少了1200亿，3600多只股票下跌上涨的股票不到2000家，又是跌多涨少从板块来看，银行股维持强势，工农中三大行续创历史新高，也就是这个银行股已经被拉冒烟了，黑烟滚滚了。胡适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指数好像维持在3000点3300点呢上下震荡？指数可以连着11连阳，但是这个金融消费者是叫欲哭无泪指数已经回到了特朗普的这个叫什么解放日贸易战之前，但是散户的这个账户恐怕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大家自己去想指数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咱们的颜面，散户除非也买了银行股，当然买银行股的散户少少之又少，你不敢买银行股早就翻倍了，而且创了历史新高，你也不知道你现在买了虽然赚了这个一些蝇头小利，但是它万一回调呢？谁知道它会调到哪儿？银行股难道就没有腰斩的可能吗？但是胡适的走势也分析人士认为消息面上并无明显利空出现。美国所谓的对等关税之后不少股票走势较强，多头优势较为明显。此前一段时间，各期限的股指期货出现了连续贴水行情，可能表明多头在现货上的力度比较大，但随着行情深入以及长假临近，市场可能出现了一些获利了结的情况明天周五大家要小心这个走势随时有跳水的可能。理由比较简单也就是一个是国家队已经圆满完成任务，贸易战至少在资本市场就是护盘这个层面上已经取得成功，告一段落。第二个呢，就是资金都在离场，也就是交易量越来越萎缩没人玩。你想如果把国家队那些参与的资金给它剥离，每天到底还有多少人在里面交易资金都在离场观望。再加上特殊时期主管部门通过窗口指导，要求那些机构公募基金禁止净卖出，那这个不能长久因为这些机构基金人家还要这个兑付该卖还得卖所以说我们再看看这个美股专家称美股早已过了黄金时期。杰弗瑞说美股高光不再，美股后市或继续下挫。杰弗瑞全球股票策略主管克里斯托弗·伍德表示美股早已过了黄金时期投资者应做好准备，迎接美股、美债以及美元的进一步下跌。伍德指出美股市值在民盛全球指数中占比在去年12月末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他认为美股已经见顶，并将其与1989年的日本股市相提并论。美元已开启长期贬值趋势，这将降低美股市值在全球股市中的占比。伍德建议投资者在重新平衡投资组合时，考虑增加对中国、印度和欧洲资产的配置。为什么说美股呢？是因为今天这个每日人物他刊登了一篇报道，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叫炒美股的年轻人开始清仓跑路，美股暴跌，年轻人亏损60%。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如果说胡适这个年轻人清仓跑路，胡适暴跌，年轻人亏损60%，这个司空见惯，甚至是常态，没什么新鲜的。但是炒美股也亏损60%很多年轻人不玩美股了，清仓跑路，因为毕竟有很多这个中国人呢还是买美股的，或者买那个什么纳指 ETF 等等。我们来看看他这文章怎么说的他说年轻人入局美股的背后大多有着资产缩水的影子，炒美股是年轻人努力寻找税后收入。这个税后收入这个引号税后指的是睡觉的税税后收入指什么呢？不需要主动参与劳动或投入大量精力即可自动获得的收入之一。我想他还有一个解释也就是美股交易的时候正好咱们这边是夜里正在睡觉，对吧？等你睡一觉醒了，第二天早上一看美股涨了，对吧？你投资的那个买的 ETF 买的美股赚钱了，这叫税后收入从某种程度来说说
重仓股票也是现实收入缩水推动的。赵成峰在外贸行业工作，他能明显感觉到这2年公司在走下坡路。去年12月开始，公司直接表示只能发放40%的薪水，相当于工资被拦腰砍去大半。公司没有说明降薪，只说薪水晚点发放。但赵成峰心里知道，其实本质上就是降薪了，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公司走下坡路，他只能在其他渠道上求变，把市面上所有的理财方式都想了一遍。那时明确能赚钱的好像只剩下美股了。说降薪后啊，赵成峰花在工作上的精力慢慢减少，他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股票上，炒股似乎变成了主业。他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把炒股视为重要收入增长方式时，神经就会不自觉地被股市牵动，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情绪波动，毕竟亏的可是实实在在的钱呀。实际上这种炒股心得啊，跟胡适还是美股没什么区别。你只要炒股，对吧？那一定会被股市啊它的走动所这个影响所牵挂。说原本赵成峰很少会关注新闻，可自从炒股后啊，每当手机里弹出一条新闻，他脑子里都会绷紧一根弦，思考新闻会对股市产生哪些影响，自己如何操作，然后紧接着开始搜集相关资料，查看其他博主的观点。哪怕没有新闻出现，他也会下意识打开软件查看走势。于是一天的时间被走势变化和不断蹦出的新闻打成了碎片，大脑也没有真正的休息时候，一直都要思考，感觉要比上班还累。那最近估计更累啊，也就是这2-3个月啊，这特朗普是一天3个变化，对吧？特朗普他每变一次，这美国的资本市场它就会跟着后面波动啊。现在美股成了猴市了，典型的猴市啊，上蹿下跳。说即便走势上涨，收益增加时，情绪也依然无法平稳，会想赚得更多，而一旦下跌就会变得更焦虑。你看赚钱的时候他不会高兴的，这个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这个散户心态都一样的。本来如果你要抓了一个涨停，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快乐非常短暂。为什么短暂呢？要么就是这个涨停啊，你还没捂热，第2天就还回去了，或者3-5天之后毛都没捞着。哎，即便有幸啊，你这个涨停抓住了，落袋为安了，踏踏实实这10%赚了，这个时候啊，你要开始后悔买少了。为什么没有满仓呢？明明自己很看好这只股票，看得这么准，为什么没有加杠杆？这你就会后悔，埋怨自己。这个赵成峰记得很清楚，说去年国庆趁着 A 股涨势大好，他重仓买了中概股，而且加了3倍杠杆，赌未来 A 股会继续涨。可没想到国庆结束后 A 股下跌，他直接从收益10%变成亏损20%，收益一下由正转负。你看看，你说你炒 A 股，你跑到纳斯达克去炒 A 股干啥？你直接上胡适炒多好啊！纳斯达克能加杠杆。当工资难以指望时，赵成峰在股市上就变得更大胆，他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亏的再赚回来。你看看啊，走上了漫漫解套之路啊。可如果想赚回来，就要加更多的杠杆，每次得压住更大才行，压力也一下开始倍增。美股开盘的时候刚好是中国的晚上，原本赵成峰从不熬夜，可从那以后经常盯盘到凌晨2-3点才入睡。另外一位主人公叫李远瑶，说即便工作没有受到实际影响，有些年轻人也因为意识到职业的天花板在降低，开始把精力转移到其他领域。李远瑶刚工作时工作很有拼劲，经常主动加班，可这2年身边被优化的同事越来越多，他也离职换了好几家公司。李远瑶能明显感觉到行业变得越来越卷，天花板似乎在降低。李远瑶开始把重心从工作转移到寻找税后收入，而美股就是税后收入的大头。美股现在亏着，他一边等着再涨回来，一边想办法搞副业。前2年时，他和朋友聊的是旅游、恋爱，这2年话题都变成了如何搞点小钱。哎，越想着赚钱，越想着理财，越想着投资，赔的越多。如果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说明赔的还不够，继续赔吧。说李远瑶做过很多尝试，最初想着当游戏博主，可想了很久，迟迟
不知道如何行动。后来看到有人帮忙在医院挂号，他也模仿着在社交平台发帖接单，可一直都没有客户。如今他开始琢磨起做游戏代练，初步来看，这似乎是个最可行的一个，认真做收入是很可观的。说对比之下，美股似乎是最好的选择。美股带给郑宇成的不只是成就感，还有底气。他的确强制存下了钱，一收到工资就会拿出一部分存进基金定投账户里。消费者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郑宇成喜欢听演唱会，原本买票时总会咬咬牙，可如今买票至少不会再咬牙了，也就是他的投资美股恐怕少赚了一点。郑宇成很难就此离开美股市场，但这波大跌后，他也开始思考，要不再回 A 股看看，常回家看看啊。原本想做投资博主的吴浩然也发生了变化，他把社交平台签名悄悄改了，亏太多，不做投资博主了，改做情感博主。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我说了，这个很多人呢是出于一种本能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就是认为投资是最容易的，实际上投资是最难的，最专业的。全世界有几个巴菲特呢，对吧？全世界有几个说在资本市场真的能赚到钱呢？或者说在资本市场获得了超额收益？可以说啊，凤毛麟角，非常少。但是我们是个人就认为自己适合做投资，那多简单啊，对吧？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不就赚钱了吗？有的人更聪明啊，说还可以做空，对吧？我知道它也跌，我3倍做空，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有的人啊，炒股运气好，挣了个30%、50%的，刚开始啊，然后他就膨胀，认为自己完全可以专职做这个理财、搞投资啊，甚至有的做专职的投资博主，教人怎么赚钱，简直就是笑话。这叫无知者无畏，本该非常专业的事情，居然就这么叫大众化。说更新频率也放缓了，一周可能只发1-2条，内容也从分享投资观点变成了分享投资亏损带来的痛苦情绪，感觉自己的投资逻辑好像也不太值得借鉴。说似乎只有赵成峰是最轻松的，关税政策发布后，他在心里认定身处外贸行业拖欠的工资大概是发不出来了，于是清仓美股后，他从公司离职了，变得格外放松，又拥有了大块的完整时间。他再也不用每天盯着新闻和大盘了，鬓角的斑秃也没有再扩大，甚至开始长出新的头发。最重要的是，赵成峰收获了一个无比确定的认知，巴菲特只能有一个，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我想这是他割肉之后啊，斩仓割肉之后痛彻心扉啊，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如果你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不适合做投资，更不适合炒股，那么恭喜你啊，对吧？你悟了。有很多人呢赔了很多的钱，到现在还没有悟，对吧？还继续在里面搏杀，或者为自己赚了一点这个3瓜2枣的蝇头小利感到这个欢喜万分，或者为自己赔的80%巨额亏损腰斩而感到沮丧。这些都是没有领悟啊！刚才咱们说的是美股啊，这美股跟特朗普的这个解放日、特朗普的关税战、贸易战也是密切的关系。我应该是在1个月前啊，在会员节目里面就反复强调啊，没有参与美股的不要参与，观望，对吧？你可以围观看热闹，千万不要产生说你一下水就能赚钱这种叫这个错误的认知啊。但是反过来，已经在美股的这些人不要盲动，这个美股啊，随时有可能会稳定，反弹，它也有可能往下走，这个谁也说不好啊！一切都在特朗普的一念之间。如果盲动，有可能会加大亏损。这个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贸易战，那可真叫一波三折啊！正因为特朗普这一波三折，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美股它不也是一波三折吗？这个波动非常大呀，对吧？你动不动3%、4%的这个跌幅，然后第2天或者过几天又4%的涨幅，所以很多美国人呢都怀疑特朗普是不是在操纵股市啊，操纵资本市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他说啊，中国需要改变，中国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所有人都知道他需要改变，我们想要帮助中国改变，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再平衡。大家看视频啊。China in particular is in need of a rebalancing. Recent data shows the Chinese economy tilting even further away from consumption toward manufactur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with growth driven by manufacturing exports, will continue to create even more serious imbalances with its trading partners if the status quo is allowed to continue.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model is built on exporting its way out of its economic troubles.
It's an unsustainable model that is not only harming China, but the entire world. China needs to change. The country knows it needs to change. Everyone knows it needs to change, and we want to help it change because we need rebalancing too. China can start by moving its economy away from export overcapacity and towards supporting its own consumers and domestic demand. Such a shift would help with global rebalancing that the world desperately needs. 这个贝森特说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他最近说如何通过再分配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这不就是扩大内需吗？这不就拉动国内的消费吗？对吧？他这个观点非常清晰明确，就是通过再分配来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专家有很多专家敢提再分配，这个就不多了，对吧？专家出主意更多的是什么刺激发消费券，给韭菜做工作，让韭菜去消费，对吧？很少敢说通过再分配来提振消费。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他说2024年我国顺利实现社会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全年 GDP 同比增长 5%， 其中4季度增长 5.4%， 为年内最高增速，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很多积极变化只是初步的，仍需夯实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内需重要性将更加突出，尤其是消费将在今年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从2024年底召开的工作会议看，政策着力点也将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犹如居民和政府两大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及其消费支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消费发展水平。完善再分配机制可能是激发消费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把钥匙。再分配是指政府或公共部门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对初次分配，这个初次分配一般是由市场机制主导的形成了收入或财富进行二次调节的过程。其典型手段包括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收工具，养老金、失业救济等转移支付，以及全民医保、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人们往往更关注再分配在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但再分配影响还不止如此。说稳增长政策应更加关注收入分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主要是再分配影响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尤其是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并且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偏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再分配的调节不适当有关。居民部门在转移支付环节中支出大于收入，在再分配后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时，而我国民生领域支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采取完善再分配以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这个专家的意思是，本来是通过初次分配，通过再分配让这个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要增加，结果我们是通过再分配导致转移支付环节支出大于收入，再分配后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你说这叫什么事？专家说的对不对？咱们先姑且不论但是至少社会上这个现象验证了专家的说法。你看看无论是北京、上海、杭州还是成都，最近是地王频出这个土地溢价，上海3000万、5000万的房子日光300套、200套一天卖完。杭州呢、成都呢也一样。这个说明什么？反过来你再看那些卖给刚需房的，那个卖给韭菜的刚需房，你根本就卖不动，你就得降价，你就得忽悠，你就得出各种救市政策，又是降低首付，又是降利率，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忽悠韭菜就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你分配出问题了，钱迅速的在向少数人集中。这个现象如果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一切都是白谈，什么消费所以不能怪人家美国人挑毛病。
还得从分配入手啊，解决咱们的这个内需问题，确实提高我们的这个消费水平啊。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胡锡进老师啊，这胡锡进老师最近恐怕啊，跟其他的这个金融消费者一样，都是赚了指数啊不赚钱，望着自己的账户啊不停的在缩水，一边是指数啊，对吧，11连阳，指数已经回到了解放前，但是一边自己的账户啊似乎啊再也回不到这个贸易战之前了。所以胡锡进老师啊最近的这个对热点的评论呢，似乎啊也又具有了一些人性。比如今天啊，胡锡进老师对董明珠啊在这个股东大会上说啊，格力不用海归，因为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所以我们格力不用海归。还其他的一些说法啊，这胡锡进老师也做了评论。胡锡进老师认为啊，说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这个很荒诞呢。海归里面的确可能有间谍，但哪个群体里都有可能有间谍，把出间谍的风险作为海归人的集体标签，并且因此在就业上排斥他们、歧视他们，这严重抵触国家政策，也是对海归群体声誉的诋毁。一位代表大型企业的公众人物做这样的宣扬，绝不应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意识形态所允许的。所以啊，这胡锡进老师啊认为说，董明珠女士应当就他针对海归群体所说的越线言论做出道歉，也就是啊，这个胡锡进老师呼吁啊，董明珠啊，你出来道歉吧。我想说的是啊，这胡锡进老师啊呼吁道歉是对的，至于这个董明珠会不会道歉，这个咱也不知道。但是啊，我们知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吧？如果你这么玩流量，终究啊有那么一天会被流量反噬。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